姐姐咧，合約未完成之前咧，佢想提前翻去放大假。咁因為做滿2年嘅合約咧，就有14日大假嘅。咁但係有好多姐姐咧，做咗1年咧，佢就同個 Madam 申請想翻菲律賓，個理由就係要參加個仔女嘅畢業禮啊，或者屋企嘅種種原因啊，可唔可以翻去咧係僱主決定嘅，即係唔係佢單方面嘅。咁如果僱主同意咪得咯嚇。如果你相信佢翻咗去又會翻嚟嘅，咁佢工作態度又好，你同意佢翻去嘅係可以嘅。不過喺未完成合約之前咧，姐姐翻去咧，佢係嗰張來回程機票咧都係佢自己負責嘅。你只需要將份合約完成嘅時候，俾翻一張回程嘅機票佢嘅啫。但喺合約期內未完成之前，姐姐翻去咧係姐姐負責嘅個機票。最好咧，姐姐走之前咧做翻一張文件啦，叫姐姐親手寫，就係佢叫咩名啦，合約 number 幾多號啦，僱主叫咩名啦，俾邊一日至邊一日會離開香港去翻菲律賓。如果姐姐冇按時翻嚟，咁僱主係有權取消佢嘅簽證嚇，同埋都可以追究佢1個月代通知金，因為佢唔翻嚟就係等於 break contract 噶啦。咁叫姐姐簽名咯嚇，咁到時翻嚟咁咪 OK 咯。如果姐姐唔翻嚟咧，你都可以同去入境處取消姐姐嘅簽證嘅。咁究竟係俾唔俾姐姐翻去咧？咁就要視乎僱主同姐姐溝通。咁你相唔相信佢會翻嚟，同埋你同唔同意佢去嘅嚇？咁其實正式嚟講14日大假應該係做滿2年先有嘅。不過有好多姐姐都會要求1年就翻去用咗個7日先啦咁樣。咁同唔同意咧都係僱主自己決定咯。